因为厝伤过贵，买袂起，就民众用租的。但是这细厝的电钱要安怎计算？有当时啊，厝头家不一定讲清楚，甚至有的厝头家会甲电钱塔价起哩，佮甲这厝卡价收。即马台电要推出这细厝用电查询专区，未来透过地址就会当查到用偌济电。内政部也顾虑到这厝头家的隐私权，要来调整到细厝契约和规范。台电表示讲，相关的细节即摆还佫伫咧讨论，希望伫咧过年之前会有初步的方向。租套房也是雅房的民众，较早可能会面临厝主超收电费的状况，除非是厝主主动提供电费账单，得到电号，安尼无厝卡较歹查到用电的资讯。听过有同学他们是像房东可能一度电收5块甚至到6块，所以就发现自己算蛮幸运遇到不错的房东。我看到就是我手机上面显示的那个度数，但我没办法确定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有一个公开的地方可以让我去观察到底实际上花了多少电的话，我觉得会相对起来比较可信一点。根据了解，目前租厝市场一度电行情差不多是5块至7块，民生电价用电度数500度以下，非下柜电价每一度电2.89块，就算下柜用电每一度电嘛才3.52块。不过有部分厝主为电价赚差价，为了阻止超收电费，无要互厝卡做盘仔，台电要推设租厝族用电查询专区，相关资讯会更较透明。目前已经伫规划测试，做法包含开放用电地址查询，也是台电和期待设计其他的用电查询机制。计费上面也比较不会说房东是采明一度就是固定是多少钱，看起来应该是让它资讯能够更透明。除了台电内政部原来同时调整租厝定型化契约甲规范，亲像未来厝卡租约到期都袂当搁查询用电资讯。民间团体认为，专区上路前相关的配套要说明清楚。承租人他不一定有租约，他有可能是不定期租约，那有可能他们的租约可能根本都没有签合约，那这情况下他怎么去做查询？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比较明确的知道。根据主体租厝契约应该约定甲袂使约定事项，厝主必须写明电费的收费标准，每一度电收费袂使超过台电迄个月用电量的最高级别，也就是用电度数1000度以上。下柜电费上悬每一度7.69块，非下柜上悬每一度6.03块。万一互人超收电费，租厝的人会当向消基会申诉，确保自身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